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李凡飞。中嘉宽屏港都庆联连续11年捐助南高雄家福中心超过100万的奖助学金，近日特别举办捐赠活动，除了现场颁发奖金给成绩优良的家福学生之外，也特别安排亲子野餐，以及请专业导览员带着现场的大小朋友们认识在地的历史场景，左营旧城，一同共度周末的午后时光。看向前方的摄影镜头，3、2、1，赞！阳光明媚的周末，大小朋友齐聚在建成馆前。原来今天是中嘉宽屏港都庆联举办连续第11年的100万奖助学金捐赠活动。由于企业长期经营高雄，对于地方公益不遗余力，因此再次携手南家福中心，透过实质奖助学金捐赠，让弱势学童可以安心就学，冲破人生逆境。11年来捐赠了几千万，今天又特别捐了100万，这种善心义举真的是值得大家抛砖引玉然后来推广，然后印，大家应该要来好好学习的。除此之外，又贡献了自己的心力，长期这样子资助我们的这些弱势的这些小朋友，那这也是社会上一股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温暖力量。也让孩子们这个不只是说玩得开心，然后也学得开心。那更重要的是在教育的这个资源的挹注上啊，我想我们的港都新闻台中嘉宽屏其实也对我们孩子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啊，让一些大企业也好啊，一些慈善家也好啊，大力的资助我们资金啊，让我们可以那个赞助啊更多的那个青南学子啊，让他们在求学当中啊，经费的部分无后顾之忧。那我想，我们也希望借由企业的一个投入，所谓公益的一个回馈，能够带动整个社会善性、良性的一个循环。完成捐赠仪式，欢乐的亲子活动才正要开始。因为贴心的中嘉宽屏港都庆联，除了邀请大小朋友一起野餐之外，还特别精心安排了一整个下午的有趣课程，带大家一起认识地方历史，听听左营旧城的故事。好玩。会很重吗？很轻，很轻哦。有，为什么期待？因为我没有来过这里，只有路过，没有仔细去看，蛮惊讶的。我会做鸭子，可是那个冷却太快，可以啊，就丑了。很丑的鸭子，对，很有趣，很有趣。身为地方企业的中嘉宽屏港都庆联，常年投入地方公益，每一年举办各种精彩的活动和市民互动，同时对于弱势关怀也持续提供实质的帮助，秉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理念，希望能善尽企业责任，和高雄人携手迎向更美好的未来。记者王仲凯高雄报道。行政院长陈建仁日前由劳动部长许明春、台南市长黄伟哲等人陪同，到台南参访全台湾最大商用车车灯的制造商。陈建仁院长肯定公司长期超额禁用身心障碍员工，并且将员工当作自己家人的企业文化，表达敬佩。灿阳企业不只是全台最大的商用车灯设计制造商，更是台南市有口皆碑的幸福企业。目前该企业在全台总共有571位员工，依法应该禁用5名身心障碍员工，不过实际上他们却是多达23名，甚至半数以上都是重度以上的身障者。行政院长陈建仁在台南市长黄伟哲、劳动部长许明春以及立委陈亭妃等贵宾陪同，特别前来参访。对于灿阳让身障员工发挥长才，成为企业重要的人力资本，已经是全国业界模范。员工就好像他的家人一样照顾得那么好。这个就不简单了把员工当作是同一家人，we are family 一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企业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如果台湾的大部分的企业都是能够往这个方向去走，每一个都是弟兄姐妹一样来看待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彼此帮忙，互相提携，那公司就会越来越好。那这里的员工的留任率那么高我是想是理所当然的。面对该公司针对不同障别员工安排他们适合的工作环境，甚至善用职务在设计，提升他们的工作品质和效率，都令人印象深刻，也成为台南名副其实的幸福企业。它超额禁用，那事实上也在不仅是
身障朋友们在这里灿阳找到幸福，也让灿阳有提升它的生产力，而且那4800多天都是有薪假哈。光禁用的部分从1%变6%，哦，这个真的不简单，这非常的不简单。你说超出一点点就已经很难得了，但是1%变6%，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少子化看到，来协助我们政府的国家政策。面对许多肯定和敬佩，董事长黄文宪认为，企业原本就不应该以创造财富为唯一的目标，而是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成就更有意义的事。对身障员工来说，已经成为该企业最稳定的劳动力。为了这一些听障的同事做了哪一些的设计，就逐步在设计让它更贴近什么他们的方便性跟实用性，而不需要让他们为了因为沟通上障碍上有一些没有办法沟通，所以我们借由这一件事在做这个改变哈。灿阳企业超额禁用身心障碍员工，除了成为国内事业单位的模范，在迎接5·1劳动节之际，更是政府和产业合作打造无障碍友善职场的最佳典范之一。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桃园市在3月23日发生歹徒持枪扫射派出所，桃园市警方为此启动雷霆除暴专案，针对全市的治安顾虑场所强力扫荡，并且公布结果，一共查获各式枪支60支、54000多克的毒品，以及组织犯罪通缉犯共800多人，阻诈6527万元。桃园市长张善政也特别颁发奖励金，感谢警察同仁的辛劳。桌上琳琅满目的各式枪械、毒品、现金跟存折，这些都是桃园警方过去1个月雷霆除暴专案的查缉成果。共查获组织犯罪23人、职业赌场101人、通缉犯707人、枪弹案30人，查扣各式枪支60支、子弹664颗，诈骗集团215人，并且拦阻6527万元。总计查扣毒品54114公克，成果丰硕。张善政市长特别颁发奖励金，感谢警察同仁维护治安的辛苦。那么在这个雷霆除暴专案里面，查缉到相当数量的枪械、毒品，还有诈骗的这个金额，还有这个帮派分子，成果非常的丰硕。那么我们看我们的统计数字，在今年跟去年同期时间来比，我们的报案的这些数量比去年下降，而查缉到的枪械和毒品的这个数量比去年更是有大幅的增加。那么我相信说，透过这次的查缉，能够查缉到相当数量的这个毒品和枪械，对我们近期的这个治安维护会有相当的注意。当然，我也勉励我们所有警局同仁，不要以这次的查缉专案告一段落为自满。我们对于这个枪械和毒品和诈骗的查缉是随时无时不刻都要继续努力去进行，把我们的这个桃园治安再推上更好的一个境界。那么最后。谢谢我们警局所有同仁的努力。那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要继续往上进步啊。桃园市在3月23号发生歹徒持枪扫射派出所，桃园警方因此启动雷霆除暴专案，其中八德分局查缉贩毒集团，发现毒贩用枪自重，进一步追查破获地下兵工厂，查获42把非法改造枪支，后续也将持续追查货源。八德分局在这一次专案期间率先查获长短枪，那经过检验之后都具有杀伤力。那本分局也尽数组成专案小组，溯源向上查缉那查获这个地下改枪工厂，那同时查获了40把这个空气枪以及改造工具1批那本分局会持续针对这个非法枪支持续查缉以维护社会治安。统计专案期间及去年同期治安状况变化，刑案、暴力犯罪、窃盗等都比去年少。在查获非法枪弹部分，则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4支、661颗子弹，拦阻诈骗被害金额增加约219万元。在重要犯罪查获数上都有显著提升。张善政市长感谢警察同仁的辛苦，也期盼警察同仁继续努力，让桃园的治安能够更进一步。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AI Expo Taiwan 2024展览近期在圆山花博展出，汇集产官学研，探讨从云到端、从晶片到场域的 AI 最新应用与发展趋势。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参与开幕，期许产业交流与合作发展。
未来城市样貌会是如何？也许 AI 展览能描绘给您。展览近期在圆山花博展出，汇聚产官学研界探讨 AI 最新应用与发展，专业云集洞察趋势，超过250家企业与品牌齐聚。台北市未来的 AI 的政策战略 ，yes， 人才结构绝对有关系。Optimize 所有的政策都有缺点，但是极佳化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但极佳化你必须有产业的史观，找到你的价值观。所以各位知道，过去20年大概经过这个改变，第一个阶段是 .com， 赢家是 Cisco 跟电信公司；第二个阶段是行动通信的时代，赢家是苹果、三星跟中国的红色供应链；第三个阶段是大数据 ，Amazon 最赚钱 ，Cloud Service 的公司 ，Google 这类公司最赚钱，现在 NVIDIA。所以这4个阶段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意义。其实政府在2017、2018的时候，我们有透过 SRV 就开始做准备。到了2019，其实今天刚好与会的 Niki 卢超群董事长，在那时候的7月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台湾人工智慧晶片联盟 AI on Chip 这样的一个 alliance。那这样的一个联盟其实是集合业界的做法，这样一点一滴往前去推动，所以刚好在这个时间接着上来。其实不止这个，我们财团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其实在之前陈升为理事长的一个倡议之下，一直衍生出来对于整个台湾 AI 怎么发展。那以及产业的训练、人才培训的部分，有一个我们台湾人工智慧学校，大家都在这上面努力去做。那你知道这几年来，我们是不断的在落实刚讲 AI on Chip 这样的概念，怎么样把生态系做好，把关键技术做好，把我们所需要的产品能够加速产品的开发。那这样，在我们主改之后，经济部技术处的 AI 领航计划也移拨到我们数位产业署，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新创也来参加 AI Expo 这边。那同时呢，跟大家报告，今年5、6月我们 AI 领航计划也会做增案，所以呢，如果在座各位愿意在这上面再做进一步研发的部分，也可以来申请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的 AI 领航计划。其实刚刚前面不管黄董或者是吕署长都谈了很多，我想最重要，今天举办 AI Expo， 当时产业局跟我提到这件事，我说台北市我们绝对大力的支持，而且希望类似像 AI Expo 这样的盛会，特别关注人工智慧议题的活动，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在台北汇聚各方的人才团队一起共同讨论。所以今天能够有花博这样的场地，我想我们都非常愿意大力的给予支持。打卡墙宣传背板不再单纯只是单方传递资讯，像这样的互动式生成，可以让观者加深对宣传的印象。另外也有打破地域限制，随时随地可以玩的高尔夫球，透过数位 AI 技术，不再受限于空间场域。那我们非常看好就是室内高尔夫球这一块。那其实室内高尔夫球它其实是一个有人家觉得是 VR 游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但其实它不是 VR 啦。传统的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就只是把游戏的画面投影在布幕，然后我们透过高速感测器的方式去做我们的整个我们的击球的弹道的追踪。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萤幕的显示，它的画质，它其实过程当中它需要非常重要的就是显卡的远算。那大家也知道说，现在显卡的运算力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本身这套模拟器用的软体，它是用那个什么 Unreal 5虚幻5的游戏引擎。那很多 PS5 的游戏大作，包括像《失速列车》啊等等的。那它其中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当我们画面出去的时候，我们每一颗球，包括我们过程当中走过的每一个场景，它都是实时演算的。那这在 AI 的算力上面，在显卡的算力上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所以
AI 跟显卡，它其实是息息相关的，算力这件事情是息息相关的。那它真实事实上的运用，可以在我们的画质上面去做这个算力的演示。那包括我们球打出去之后，及时的去演算说这一颗球它的击球方向。那像我们的球，每一颗球它是有 mark 的。那 mark 它上面是有线的，那这个 mark 线可以去计算说我们每一颗球旋转，然后产生的不同的旋转方向跟轨迹。那这不只是在每一颗球的演算上面，同时也是画面的演算上面是可以去反映的。那它是一个裸视 3D 的机台，如果你站在一个最好的观赏点，看到的是裸视立体 3D 的效果。那我们跟一般的裸视 3D 不一样，是它还可以互动。一般裸视 3D 可能看到很高强，你只能看到哇，我觉得很惊叹，可是看了几次以后，你可能觉得就不好玩。那我们的裸视 3D 还可以互动，待会我们会操作一下这个互动的过程给各位看。那然后整个它的成本，它是一个可以移动的一个机台哦。一般裸视 3D 是定在高墙上的一些面板就没办法移动，所以是这个产品的特色，可以欢迎可能未来是广告公司啊，或者是品牌公司想要做一些比较新颖、比较不一样的3D 立体的效果的话，可以来找我们公司。我们这边这个展区呢，可以大家看到，其实是跟数位信任跟数位安全这块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未来 Web 2跟 Web 3其实是一个混搭融合的世界。那在 Web 3世界里面，其实网络安全、数位信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包含你的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数位资产，都需要有一些，比如说大家的一些，就是说要一些信任的保障。那区块链爱好者协会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在探讨是怎么样用去中心化的方式来保障使用者的一些数位资产的安全。所以这边你大概看到有软体钱包、有硬体钱包，然后有一些在上面的应用，比如说 NFT 或者是一些加值的一些应用。十分感谢会展基金会在这一次这个 AI Expo 提供了一个大力的一个支持跟赞助。然后呢，我们包含了 AI 跟区块链，我们觉得是未来是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结合。那大家也相信说，其实为了将来数位世界的发展里面，大家知道 AI 可以提供很好的一些价值应用，但是也需要区块链来作为底层的信任机器，来做一个混搭跟结合，让双方可以更好的一个良性的互动的发展。展览也举办多场论坛，探讨 AI 导入各领域装置以及无所不在的智慧运算，引领听众洞见产业个人的机会与挑战。记者问俊台北报道。随着台铁高雄车站主体工程陆续完工，高雄市公务局也正在进行站前建国路的人行道改善工程，部分路段已经大致完工，也期待未来可以带动人潮与商机。不过有网友质疑人行道的品质不够细致，高雄市公务局听到民众的声音，目前正在规划改善。高雄车站站前建国路正在进行人行道改善工程，虽然工程进行时影响附近店家生意，不过各界仍然期待完工后可以为没落许久的商圈带来更多人潮与商机。就希望火车站如果全部都用好的话，连带动了这边也带动人潮这样子啊。哎呀，人潮就是钱潮嘛。随着台铁高雄车站主体工程陆续完成，高雄市公务局也为站前的人行道做了一些改善，部分路段已经大致完工，也有部分路段仍在施工。东西两段工程预计分别在5月和8月完工。我们这个工程主要是从中山路以西，从建国山路到中山一路智利路口的那个人行道改善。那现在中山到智利的部分北侧已经完成了。南侧现在在施工中，另外中山一路往东的部分，中山2路就是从中山一路到复兴一路的人行道，那现在的北侧的部分大概剩下90公尺，那南侧的部分剩下差不多200米，从忠孝一路到复兴一路。新完工的人行道看起来平坦又舒适，不过就有网友发现部分人行道工程品质不够细致，以及 PC 刷毛容易出现污渍等问题。对此，高雄市公务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也已经有规划改善。现在就是网友在反映说，我们的转角处还有一些水沟面的衔接处，它有一些缺陷。那因为现在在施工中，我们已经要求厂商立即去改善。那之后我们就会严格去督促厂商这个部分。PC 刷码比较不耐脏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加强清理后续也会宣导那个各个商家在
之后也要去比较，不要去把它那些脏水啊、污泥，就是再往人行道去泼洒。建国路是高雄市重要东西向干道，透过人行道整建，期盼提供民众更安全顺畅的行走空间。因为车站周边历经长达20年施工，让商圈萧条，如今即将完工，透过各式改善，希望能为当地带来崭新面貌。记者潘志光、庄淑婷高雄报道。113年度桃园市各区原住民族丰年祭暨岁时祭仪活动即将从5月起到11月，一连展开23场的精彩活动，以卑南族语的记得来作为活动的口号，广邀全国民众前来桃园，一同相互交流，学习不同文化，体验满满的原民文化之旅。3、2、1，起哟！113年度桃园市各区原住民族丰年祭暨岁时祭仪活动即将从5月起到11月，一连展开23场精彩的活动。桃园市政府特别举办联合行销记者会，并且以卑南族语阿拉木记得来作为活动口号，广邀全国民众前来桃园，一同相互交流及学习不同文化，也期望透过活动促进原住民族各族群间的凝聚力。桃园是原住民朋友的人数全国第2。仅次于花莲县，但是跟花莲县非常不一样。我们16个族群，每一个族群都有。从5月开始，连续好几个月，就是原住民丰年祭，还有这个岁时祭的季节。我们12个区，每一个区都会有一个丰年祭。我们有11个族群都会有这个岁时祭。从5月4号开始，由布农族的这个社尔祭开始，在大溪河边公园连续好几个月。所以喜欢原住民朋友文化的美食的，不要放过这个机会。我想全国很难在其他地方看到像桃园这么多元的原住民文化。丰年祭跟这个岁时祭，大家一定不要放过，一共加起来有23场之多，大家可以好好的来享受。23场活动包含12区的丰年祭以及11族的岁时祭仪。桃园市总族群领袖孙国斌也表示，这次的活动相当精彩丰富，规划的也非常用心，希望全台喜欢原民文化的民众一起共襄盛举。我相信在主办这个不管是任何的祭典，12族群的这个岁时祭，以及各区的丰年祭，以及我们整个桃园市的大联合丰年祭，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以及我们所有的参与的人都是非常的用心。记者会中，桃园市议员陈英也现场跟大家一起合唱《我们都是一家人》桃园版，象征族群的凝聚力与融合，让现场气氛嗨起来。你的家乡在花莲县，我的家乡在桃园市。从前时候是一手牵手人，现在还是一家人。嘿，手牵着手，肩并着肩，轻轻地唱出我们的歌声。记得来团结起来，相亲相爱，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哪里人？现在还是桃园人。那一路丰年祭是原住民族庆祝丰收的重要民俗祭典。这次除了12区原住民族办理丰年祭，另外也针对人数较多的11个原住民族群办理岁时祭仪活动，体现族人生活经验的累积，让各原住民族群的传统文化代代传承，广邀全国民众来桃园体验满满的原民文化之旅。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全国 JHBL 乙级冠军赛上周日在新北三重开打，由基隆的民传国中篮球队夺下冠军。民传国中篮球队经过2次延长赛仍然平手，在第2次的延长赛中以90比79胜出，让人热血沸腾，现场欢呼声四起。基隆市长谢国良全程观赏球赛，还送上了加菜金，向选手、教练祝贺。而民传国中作为常胜军，也收下了5年来的第4座冠军。JHBL 乙级冠军之战，基隆民传国中对上台中育英国中。比赛开始前6分钟，育英国中展开快攻，让民传国中始终落后。
观众席上啦啦队阵容庞大，不断替民传国中加油助阵。基隆市长谢国良、教育处代理处长杨桂杰都到场替选手加油。比赛战况激烈，分数始终呈现拉锯战。到了第4节结束，比数63-63平手。延长赛中，双方持续激战，再度以75-752度平手。整场比赛高潮迭起，让观众情绪沸腾。比赛来到第6节，民传国中逐渐发挥快打优势，将比数逐渐拉大，最终以70-79赢得胜利。球员们兴奋地在场上相拥，把教练抬起来。全程观赛的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别送上加菜金，对于民传国中整体表现相当赞赏，也献上祝福。真的是太热血，我觉得我们民传真的太棒了，我们一定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继续支持民传，也感谢教练。今天这一场打得太精彩了，我好几次看到教练都好激动哦，真的太棒了，你这个太刺激了，从头到尾。我的那个球已经抛出去了，后来又回收，第2次才又抛出去，太棒了，太棒了！好险这么多长官来，还有亲朋好友来，那小朋友没有让大家失望，拿下这一胜，谢谢大家。我们恭喜民传国中获得本届冠军，请掌声！谢谢。这是民传国中5年来第4次夺冠，教练徐伟胜也获得最佳教练奖。而基隆市长谢国良第一时间也在脸书和市民分享这个好消息。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为了推广反毒教育和正当休闲运动，新北市爱心狮子会27日在树林火车站后站广场举办了青少年反毒标舞尬舞活动，一共有21支来自土树三英地区的国中小队伍报名参加，共同在台上大秀舞技，吸引许多民众围观欣赏。舞台上，每组小朋友们都与队友展现非凡默契，大秀精湛舞技，希望能拿下冠军奖杯。新北市爱心狮子会27号下午在树林火车站后站广场举办青少年反毒标舞尬舞活动，一共有21支来自土树三英地区的国中小队伍报名参加，现场热闹滚滚。新北市爱心狮子会会长简云珠也感谢所有的参赛者以及协办的中嘉关林嘉禾和所有相关单位的支持，希望透过舞蹈比赛推广反毒教育和正当休闲运动。我们有国小组以及我们国中组。那国小组我们本来预计有10队，报名的非常的热烈，所以我们现在有12队，然后国中组有9队。那我们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有分第1名到第3名，我们有奖金跟奖杯。然后呢，第一名的奖金是我们8000块。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从早就开始非常的认真的在练习。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次的表演能够让小朋友能够提倡正当的休闲活动，让他们能够提升自己的自信心，然后能够团队合作。当天现场舞台上，选手们不只是展现平时苦练的精湛武艺，也纷纷以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反毒主题。有的队伍开场以简短的默剧来表现拒绝毒品，有的队伍则以手举牌和可爱活泼的口号来宣导反毒的决心，也有的队伍运用道具，把反毒印象和精神融入在编舞中，各有特色且精彩的表演，不只吸引台下3位街舞专业评审的目光，也吸引许多民众路过围观。选手们也分享比赛心得。1年左右，就有时候转圈的时候可能会跌倒之类的。那你眼睛会不会影响到你们啊？不会，这是我们的特色。你觉得你们刚才表现怎么样？还可以，还不错，只要有奖金就好。这是我们对第1名，拿第1名。对，就是3年级的时候就有在小小的练。蛮好的，我很开心，很好。有透过练舞跟大家变熟吗？有。好，那有没有信心你们可以拿到第几名？第
那个自在前4能拿到奖金就不错了。新北市爱心狮子会表示，这是第1次举办反毒标舞大赛，意外收获踊跃报名和关注目光，也炒热火车站周围商圈气氛，期盼能透过活动鼓励青少年以舞蹈而非毒品来挑战青春极限。记者刘玉婷新北报道。近年来的演唱会经济吸引许多人搭高铁来到高雄旅游，而来到高雄的第一站就是左营。外地人可能不知道左营有十分独特的历史人文背景，也因此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好滋味。这一次，我们跟着左营代理区长的脚步，一起来到老左营人一定知道的2间老字号名店，品尝传统好味道。来到高雄左营后，不知道美食藏在哪里吗？这一次，让我们跟着在左营旧部落地区土生土长的代理区长，一起探索属于左营旧部落的老字号美食。第一站，让我们来到在左营区公所附近的无名面店，没有招牌，但却吸引大量的客人。其中到底藏有什么美味呢？好几年了，都会想要来找这个味道。我在别的地方找不到有这么好吃的炸酱肉丝面，那个肉汁的味道啊，什么都有在里面。每一条面上面你都有感觉到它的那个肉汁的味道 ，CP 值超高的，因为它的料又多，然后味道又很好，然后又很亲民的价格，就是铜板价这种。唯一的缺点就是要排太久啊。嘿，无名面店其实它70几年就已经开业了。平常的话，到了11点到12点我们就可以看到长长的排队队伍。那甚至我们行政中心大楼的同事，也是我们最佳午餐的选择地方，同事也都常常中午就是来排队享用它的美食。那这间面店其实它就是好吃又便宜它一开始就是酸辣汤和水饺很有名，还有干面。那后来也发展出榨菜肉丝汤面，卤味也一炮而红，所以也成为我们左营在地美食的排队名店。享用完无名面店的传统美味后，代理区长接着也带我们到皮子头路一带，一间创立已经超过快90年的老店，专卖肉丸、碗粿、大肠等小吃，是许多老左营人脑海中的传统好滋味。25当超过啊，那边菜市遐就。我30几年我还没得感觉好吃好对啊，就感觉吃了要过来吃啊。因为我从小吃到大，搬到右昌以后又回来，在右昌又回来到这里来吃，老左营的味道啊，因为他们有独特的鱼丸，他们这个鱼丸真的你外面很少能吃得到真正的旗鱼丸，还有他们的碗粿，还有那个肉丸，婚前更是好吃啊。很多就是出嫁到台北。然后他只要假日一回来，就是会打包，一切就是切400-500块的粉肠，买10-20颗的肉丸，还有大肠，就是直接带回去台北慢慢享用。大家就是只要工作在外地，离开左营，甚至出嫁，只要回娘家，像我姐姐一回娘家，就是一定会到这里吃碗粿、吃荤城，就是对这里的食物有一种古早味，然后一种怀念的情感，这个是真的我们左营行来在地美食的家乡味，希望大家有空来品尝。左营的旧部落不仅有浓浓的人情味，老店里更有让人忘不掉的家乡味。这些透过味觉建立起的左营回忆，让许多当地人不管离家多远，都要找时间回来一趟，品尝记忆中的好味道。记者朱建伟、王正凯高雄报道。由统一企业集团经过3年精心打造，台湾第1家4合1新世代复合式商场 Park Avenue 在台南正式开幕。由统一企业集团董事长罗志先与统一企业美丽事业董事长高秀玲等贵宾共同剪彩，现场热闹滚滚。位在台南永康，占地约1500坪，台湾第1间4合1新世代复合式商场，是由统一超商、康是美、星巴克和统一精工4大品牌联手打造。日前在古镇与舞狮的表演下，热闹举行剪彩开幕。请剪彩。在剪彩仪式过后，
随后也由统一企业集团的董事长罗志先与统一企业美丽事业董事长高秀玲夫妻举行揭牌，场面温馨。请揭牌 ，Park Avenue 商场正式开幕。太漂亮了！统一企业集团与永康东桥耗时3年时间，打造这座全新的复合商场。除了象征对这座城市的热忱与承诺，同时也象征统一企业集团与该地区的紧密关系。这里不仅有来自5星级酒店的主厨指导，提供现做餐饮服务，更融合超商康桥门市的多元元素，包括贩售店、生鲜商品和餐厅等。功能多元，展现未来新零售的样貌。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全新的新世代的复合商场 Park Avenue 在4月20号正式的开幕。那 Park Avenue 的商场呢，是由美丽事业高秀玲董事长带领团队，耗时3年，从内而外细心的规划，包括了整个建筑的美学，还有在整个空间的设计跟颜色的运用，也包括商品结构。也是要来呈现给让整个商场呢，可以呈现一个未来的一个新零售的一个样貌。那 Park Avenue 的商场呢，我们有包括 7-Eleven、康士美、星巴克跟统一精工，那主要是汇集了美食佳饮、那美丽的服务，然后还有就是在美学的建筑，那提供给消费者全新美好的生活体验。记者林盈根台南报道。新北市永和区公所日前与中嘉宽频、新视播有线电视、永和更新医院等8家企业签署了加强企业防灾合作备忘录。8家在地企业承诺共同推动社区与企业的防灾能力，善尽社会义务。中嘉宽频、新视播总经理徐雪玲也表示，很高兴能尽一份心力，共同守护家园。永和区公所4月30号上午与8家在地企业签署加强企业防灾合作备忘录，包括中嘉宽频、新视播有线电视、永和更新医院、中极汽车工坊等企业都有代表出席，包括地方里长也都受邀出席观礼。永和区长庄茂坤表示，永和最怕地震，如果强震发生在北部，永和恐怕会有多栋房屋倒塌。永和地区最怕的就是地震，因为我们人口稠密大家住宅都是很老旧，几乎68%以上的房屋都是30年以上，还有甚至50-60年的房子。最近我看到一篇报道，就是我们前内政部长那个李鸿源，他曾经有发表这一个那个新闻，就是说如果北部地区发生7.5的地震，那北部地区很有可能有35000栋的房屋倒塌。那如果是6.2级6.2的地震发生在北部，初估也有4000栋的房屋倒。那如果可想，如果地震是发生在北部地区，我们永和很有可能很多老旧的房屋撑不住这个地震的一个那个震度，可能很多房屋倒。永和区长庄茂坤指出，永和区原有10家企业签署防灾备忘录，这次增加8家，总计有18家企业加入防救灾伙伴。说要签署防灾备忘录的中嘉宽频、新视播总经理徐雪玲则说，有线电视长期报道地方大小事，及时传递防灾资讯，一同守护家园。我们在意地方的每一件大小事所以我想，不管从这个媒体的宣导，还有就是这个网络讯号的提供，我想这都是我们可以尽的一份心力。那我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企业防灾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谢谢。灾害发生时，需要各个领域企业投入救灾行列。这次也有汽车维修企业加入。灾害发生的时候，譬如说汽车受损啊，或者是起火，
像我们一般汽油车或者电动车的救灾方式不一样，我们都可以提供协助。为达到全民防灾的目标，新北市也有里长参加防灾规划课程，结训后自然而然将防灾知识带入社区邻里，强化里民防灾意识。我们在2019年也加入了防灾社区，好，那进行一连串的训练，然后以及演练。那每年都持续办理一些就是像 CPR 啦、AED 啊。哈姆立克法的操作方法，那每年都有训练里民的一些活动，所以永贞里是非常持续关注救灾的一个就是说训练啦，还有一些防灾意识的加强。永和区长庄茂坤诚挚邀请永和在地企业都能加入，共享防灾资源，当灾害来临时彼此自助互助，提升防救灾能量。记者林志清新北采访报道。现代的人重视养生，总想着要少吃一点，吃清淡一点，但常常过没多久肚子又饿了，该怎么办呢？我们看到这家位在高雄楠梓区的燕麦专卖店，老板在餐点里头加入燕麦，而且菜色选择相当多元，就是希望大家在讲求均衡饮食的同时，也能吃得开心，吃得安心。大火翻炒，将颜色炒至金黄色且粒粒分明。咦，这一锅并不是炒饭，这一粒粒看起来像是白米的，其实是燕麦。老板把白米饭替换成燕麦了。这里是位在楠梓区的一间燕麦专卖店，不管是主食类或是饮料类，都能看到燕麦的身影。炒燕麦它的本身的话，它的特色是这样，就是它的概念就是炒饭，对不对？我们原本的米食，我们全部都要把它改成燕麦。那整个餐点的话，大家吃起来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在口感上呢，燕麦啊，它本身它是有一个咀嚼度，它自动就帮你细嚼慢咽了，所以你吃饭你不会狼吞虎咽。所以平常有那种习惯吃饭喜欢扒饭爬速度很快，其实那个这样子吃的话，其实是对身体不是很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细嚼慢咽的话，你习惯这个久了以后，以后你吃东西真的会细嚼慢咽。因为在我身上就是这样子发生，因为我几乎天天吃燕麦。对，然后我吃其他的东西的时候，我也是细嚼慢咽，就习惯就细嚼慢咽。除了炒燕麦是这里的人气商品以外，店里另一项老板推荐的是这碗滑蛋猪肉燕麦，稍微勾芡过后的滑蛋，配上 Q 弹口感的燕麦粒，健康又饱足。滑蛋的做法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就是说承袭刚才的，就是说我就是把燕麦去替代米。所以我们之前有吃烩饭嘛，对不对？所以滑蛋的话，基本上就是把烩饭里面的米饭换成燕麦。那我们当然在食材调配上面的话，我就是说，我就不要去用那个加工食品，比如像火腿那个我就不用，对，就尽量都是用原型食材下去做。对，滑蛋的话，当然就是天气稍微凉意的时候吃起来暖乎乎的，其实口感还蛮好的这样。除了研发燕麦类的主食，经营饮料店出身的老板也保留了当时就有在贩售的燕麦饮品，希望大家在喝饮料的同时也能喝得更健康，也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燕麦，进而喜欢吃燕麦。那时候就是市面上没有人在卖燕麦鲜奶茶，我是2015年刚开始开店就有，但是没办法，我们店小嘛，对不对？就是但是就是最后就是说，其实一直忙的时候都是做几个熟客，但是有的时候是说他们一开始不知道，然后但是因为可能从其他的饮料，比如像比较长销型的珍奶，然后慢慢建立起顾客，然后顾客才会看说，有这个东西，不然喝看，结果没想到喝的就是说，怎么燕麦可以做成这样？所以我们的燕麦奶才一直延续到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虽然说生意已经不好经营了，但是还是有人在买。大家还是有习惯喝饮料。如果说喝饮料习惯能够改掉，就我现在而言啊，我是觉得说喝饮料的习惯慢慢改掉那是最好，但是我是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它有一个过渡期的一个产品，可以让它慢慢把那个甜度给降低，这样。老板用心在推广燕麦这项食材，只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到，原来燕麦还可以这样吃，在讲求饮食均衡的同时，吃得健康以外，更要吃得饱。记者周福庆、卢云嘉高雄报道。
要如何将环保教育真正的落实，成为近年教育的目标之一。带您看到台南市安南区的海东国小，学校老师不仅会把坏掉的扫把修复，延续物命，也把校内厨房的洗菜水都拿来浇花，每天可以省下600公升的水源，以身作则，希望教会小朋友环保、爱惜水资源的观念。中午的时间，学生推着大水桶，水面上还残留一些菜渣，这是洗菜水。台南市海东国小有中央厨房，每日供应3000人的营养午餐。洗菜需要大量用水，校方特别把这些水集中回收再利用。爱护地球，所以阮的省水用洗菜的水来压花，收获吼就好的吼，然后花拢洗甲真水。学生把水拿来浇花做堆肥，还会到菜园照顾蔬菜，做食农教育。一天下来，至少能省下600公升的水。因为即摆拢欠水嘛，吼，定定拢听着讲水库即摆水剩几成，所以学校伫咧即个部分，拢会特别来提醒咱的囡仔，吼。就是爱安那节约用水，阮的迄个水龙头嘛都有特别的设计，水量变小。不止省水，学校把纸类、塑胶等一一分类，还设置木材银行。坏掉的扫把本机经过卫生组长的敲手，就能修复继续使用。这物件的生命不会再减短，都会延长时间。回收再利用，可以让地球不要再暖化。再利用。就是延长这个物件的寿命，若减量就是讲，咱会当尽量卖买新的，就当减少地球的这个资源的浪费。1+1大于2，透过平常省水、资源回收的动作，就能将环保意识向下扎根，让学生重视全球暖化问题。记者周怀台南报道。长期热心地方公益的中嘉宽屏新视播数位天空，响应台湾杜绝恶势力协会与板桥文化广场举办身心障碍者以及经济弱势族群视觉照护关怀活动，在现场为100个弱势家庭提供爱心眼镜。中嘉宽屏也现场举办申办低收入户免费收看有线电视的活动，为社会公益尽一份心力。据统计，台湾近视人口比例全球第1，而高度近视者更有70%的几率面临并发症的风险，例如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提供专业的眼健康服务变得尤为重要。台湾杜绝恶势力协会在孟甲龙34板桥文化广场8楼举办身心障碍者及经济弱势族群视觉照护关怀活动。当日的活动获得各界的支持，包含新北市社会局副局长许秀能、立法委员黄国昌以及多位新北市议员都来到现场关心活动状况。今天的活动，这个视力检查是主要针对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还有具有中低收或者是低收身份的一般新住民、原住民的家庭朋友。那为什么会针对我们的身障团体做这个活动呢？因为一般障友来讲，他整个一生来讲，最大的有3个问题。第一个是牙齿的问题，第二个是体重的问题，第3个就是视力上的问题。因为他的认知程度，特别是在第1类心智障碍或第7类肢体障碍部分，因为他们并不是行动很方便，所以往往呢会漠视。再加上我们的家庭支持量不足的时候，它会更加的扩增，相对来讲就会增加社会资源的这个浪费。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所以这次谢谢呢，我们新北障团大联盟，我是第1届主席，跟我们的恶势力协会，我们来办了这个联合活动。台湾杜绝恶势力协会其实长期以来都对于我们这些弱势偏区的这些民众视力一个照顾还有就是这个公益的一个免费配镜所以提供很多的一个关怀那今天这样活动有结合我们身障的团体机构，还有我们新住民团体，给我们140户的一个家户给这些家户他们不管是身
障或是这些家里需要配镜的这个朋友哈，给他们协助。那尤其是身障朋友，其实他们在视力的部分，他们可能因为家庭的关系或是表达能力的关系，在这个部分其实他们会有一些受限。那今天感谢我们协会哈，邀请了15位的这个验光师哈，来帮他们做很好的一个配镜跟这个视力的一个检查。中嘉宽屏新视播数位天空经理徐巧妮表示，中嘉宽屏多年来在地方上与大大小小的社会团体携手关怀弱势，当日举办免费配镜活动非常的有意义。中嘉宽屏响应当日的公益活动，推出低收入户免费收视的方案，给在现场符合资格的民众们申办，一起来给社会增添更多的正能量。我想我们中嘉宽屏新视播还有数位天空，我今天来到板桥这边跟那个我们身障协会合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其实我们做弱势的活动，我们关怀地方上的弱势，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方式。那么今天在现场呢，他们透过一个验光，还有免费配眼镜来关怀他们的视力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在现场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动一个公益的活动，就是中嘉宽屏的新视播还有嘉禾还有数位天空，其实在今年有免费推出了低收入户免费收视的一个活动，希望也跟这个活动来结合，给大家一些社会上的一个福利。这场活动不仅是对视力健康的关怀，更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支持的体现。透过社会各界携手合作，让善心的循环能够一直在社会当中帮助更多的人。记者跟新北台报道。有的民众总觉得大病没有，不过毛病不断，是什么原因呢？卫福部基隆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指出，当不舒服的症状持续，而且经过检查都没有问题时，就可以怀疑是否为自律神经失调。基隆医院精神科引进了穿戴式的新仪器，用非侵入性的方式，就可以分析是否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让诊疗方式更进一步。部立基隆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示范，把穿戴式的新仪器夹住自愿示范者的左右手腕附近，连接上笔电型的仪器，就可以透过数据分析，检测是否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精神科也展示照片指出，民国113年5月9号开始，精神科门诊就开始接受民众挂号检测以及心理咨询。检测的地点精心布置，让民众躺着接受仪器检测。到精神科就医的原因，是因为基本上精神科的医师或者是心理师，我们基本上受过这样的训练。其实我们很快我们可以意识到说，这个病人他可能卡在哪里，比如说他的压力是哪里或者是他可能是哪里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些帮助。那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可能要有一些药物的帮助。由于有不少的民众总觉得大病没有，不过毛病不断，是什么原因呢？卫福部基隆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指出，当不舒服的症状持续，而且经过检查都没有问题时，就可以怀疑是否为自律神经失调。基隆医院精神科就引进穿戴式的新仪器，用非侵入性的方式检测分析心率变异率 HRV 来确认是否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我们刚刚讲了 HRV 这个东西，它可能会随着你的压力，随着你现在的状况，它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做一次就是知道你当下我这个时间我当下我的状态是什么。那如果你比较想要知道你自己整体的状况，或是长期以来你自己的发展是什么的话我们基本上会建议定期的检查。那这个定期大概是多长基本上如果你是一般检查的话，大概半年对3个月到半年如果找出来有失调也不用太紧张，我们刚刚讲了嘛，每个人都可能失调嘛，对不对好，那可是即使你有失调的状况，其实透过我们找到你的压力，或是了解你的因应方法其实我们就可以给予一些建议所以在我们医院的这个检测里面它不是只有单检测而已检测是我们会请你先就是了解你的症状，我们会做检测，检测完我们心理师我们就会把你的状况告诉你，然后我们会去跟你谈，就是说那你最近的状况是什么？你有没有什么压力或者当下我们可能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不管是在生活的习惯上，在各个方面你可以回去先做一些什么看有没有一些改善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做检查而已因为实际上做检查其实就是你那时候的状态，或是你那个压力状态下面的状态可是它其实它可能会随着改变，
所以应该是说，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自律神经它会，我们其实人会有自己平衡的一个机制嘛。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因为这些压力造成你的身体不舒服，可是或许压力源消除之后，你的这些身体自己的自然调节的反应之后，会让你这些症状其实是缓解的。可是当你发现你这个症状其实持续很久，都是在一个不舒服的状态下的时候，其实如果说这个其实我们会担心其实是生理问题所造成的机会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才会建议说，其实在这个状况下，我们还是先去做一些身体方面的检查，确认说这个真的不是生理问题所造成的，可惜，对。临床心理师也表示，民众也可以利用日本东邦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简井墨春设计的自律神经检测量表，回答表格里面设定的各题目，初步自我判断是否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如果有超过10题以上，跟自己感受相同或是类似，就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身心状况，到医院进行相关检查，寻求医疗协助。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李凡飞，我们下次再会。